Hello 各位，歡迎嚟到 Harping on Music 嘅頻道。之前錄咗一條 short 咧，就係講我已經準備好一份 Over the Sea to Sky 嘅樂譜筆記俾學生。咁樂譜筆記係啲乜嘢嚟呢？樂譜筆記簡單嚟講呢，就係喺樂譜上邊咧寫一啲説明同埋解釋有關於樂譜上面嘅音樂標示，好似演奏者咧有一個充足嘅準備，同埋喺練習上邊咧早啲可以知道成首歌嘅架構。咁呢啲嘅筆記咧，其實從來都喺我腦裏邊嘅，只係咧有學生需要到呢首歌咧，我先至會從正版嘅書影印出嚟，再喺影印紙上面寫翻俾佢哋。不論網上、線上嘅學生或者係實體學生咧，我都會為佢哋做準備嘅。如果有需要，有個別嘅需要，例如咧要寫得詳盡啲啦，咁就會因人而異，有啲唔同嘅。不如我哋睇一個例子，你就會知道樂譜上面有啲乜嘢係需要講得清楚嘅。我哋睇翻咧 Over the Sea to Sky 第5去第6個小節，第5小節最後嗰半拍咧，右手咧係要喺右手指示你要係 G， 一手指係 G， 二手指喺 F， 同埋4手指咧係喺呢條 B 線上邊。如果你喺練習嘅時候係分手練啦，你會得出呢個結果，即係第5個小節最後嗰個半拍係，而左手喺第6小節邀請你準備嘅指示咧，就係3手指喺呢條 D 線，二手指 F 線，一手指喺呢條 B flat 線。如果你分開左右手練習嘅話咧，左手嘅聲音應該係會係咁嘅。由零開始，一次右手練習，一次左手練習咧，你係相信未知道當中咧有啲咩棘位嘅。如果你雙手練習咧，你就會知道啦。我哋根據指引咧，喺第5小節最後嗰個 quaver 嘅位準備好右手，而第5小節最後嗰個 quaver 嘅左手咧，右手係咁樣準備。左手咧其實係一個 rest 嚟嘅，咁 rest 咧我哋都會有一個預先有空間嘅話咧，都早啲擺好下一個準備彈嘅 fingering。咁如果你喺呢陣時合手嘅話咧，你就會見到個情況，就係咧左手一手指企住嗰條 B 線，正正就係右手4手指企住嗰條 B 線。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寫嘅 fingering 咧係冇問題嘅。但係咧，原來我哋咧喺實際操作上面咧，要將左手一手指咧先離開，讓右手彈咗先。請睇多次，左手一手指離開，讓右手一手指彈完，再彈2、4。咁喺樂譜寫出嚟第6小節嘅第1拍咧，嗰3個音先至係完整彈得出，同埋有聲音。希望咧我預早做嘅筆記咧，對於同學喺練習同埋學習上邊咧，都可以事半功倍。多謝你哋。